等我跟大宝成亲以后，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。所以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啊？老孟，我们就直说了吧。师傅，我问你一句，你真的是杨莲杨大人的女儿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准王妃，准王妃好，准王妃有没有睡好？准王妃有没有吃好？准王妃能伺候您是我的荣幸，您的银子我不敢收啊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并不爱他，我冒着危险私自跑到这里来，就是想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爱情。哎呀，若楠，师傅我就是没你这个勇气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朝廷下的文牒已经到了各个地方了。你可以天天躲起来，我们可不敢天天把你藏起来啊。要是被发现的话，皇上最多责备你几句。可是我们这些窝藏你的人，就是违抗圣旨，我们会……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连累大家了，我告辞了。若楠，我苦命的孩子，你知道我们寻常百姓家多么羡慕你们这些出身显贵的人呢？哪知道你们也有这么多的苦楚。若楠，你不能走。爹，师傅，若楠曾经救过我的命，他有恩于我，我们可不能不讲义气啊！可是朝廷已经下了很多文牒，要动员全天下的衙门去找他，谁能对付得了啊？师傅，爹，你们想想办法，去跟衙门的人周旋。若楠，我已经把你的行李都打包好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大宝也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的。走吧。谢谢你啊。走。这孩子，那我不知道在哪里呀。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，听你叫这么大声，他早就吓跑了。小蝶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这里很安全，少有人来。你在这里待几天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歇会儿吧。原来你是大官的女儿，出身高贵。哎，你难道真的认识大宝吗？我骗你们的，我和他不认识。哦，还好，等大宝记忆恢复了，他告诉我们他是大官的儿子，那我更不知道该如何办好了。小蝶，我知道你对大宝的心思。没有没有，我不会成为你们的障碍的，我没有你这么有勇气。其实喜欢一个人是没错的，何况大宝那么优秀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心很乱，就好像一个孩子在梦里，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糖果，却被大人无情的叫醒，这种感觉让我害怕。若楠，我们是好姐妹，对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
小爹，你想什么呢？孟老爹和三娘他们都奇奇怪怪的，也不跟我说话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是若楠的事。若楠怎么了？她出什么事了？瞧你担心的，你别担心了，我已经把她照顾好了。我没有紧张啊，我只是不希望她出事而已。你可以去找她，她就在城外的小木屋里。若楠，你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不会赶你走的。天宝，你是舍不得我的，对吗？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。京城再大怎么样？皇上赐婚又怎么样？我的心根本就不在那儿，就不在那个人身上。我宁可放弃赐婚的荣华，跟你一起过不易的日子，吃苦受累，哪怕搭上性命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只要你陪在我身边。可是，我还有这个机会。你告诉我，我还有这个机会。你的身体还很虚弱，先不要想那么多了，你交给我吧，我来想办法。天宝，明天我们就要成亲了，你和我一起逃吧，天涯海角，去哪儿都行。只要你能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离开定州。我跟你说啊，上次我自己去京城，我差点饿死了。你不想离开小爹，对吗？若楠，别说了。我本来就算我们在这个破屋子里面成亲，我也会很开心的。若楠，我对你的承诺不会变，只要你愿意，明天我一样会娶你的。你走吧。我想自己待会儿。你以前真的认识我？我不认识你，我只是在梦里梦到过你，很多次，很多次。这样。看着你们一个一个的离开，我心痛啊。离开也是好事啊，至少命还在。王文言一死，朝中的反对势力溃散，无奈我身系牢狱，无语问苍天呐。杨大人，您就别问苍天了，您还是问问您的女婿吧。朱天祥和魏延过从密切，全宫里的人都知道啊。我们这些人被逼得退职返乡，全都是朱天祥所为呀。
大宝，你在这儿啊？哎呀，张半仙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哎呀，我刚刚去了乾清堂，把孟老哥和杜三娘骂了一顿。这两个糊涂虫啊，就不要啊耽误若男的大事嘛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若男的父亲杨莲杨大人呐，就是因为若男抗旨逃婚，他的父亲被关进大牢，现在生死难测呀。不会吧？我现在就去告诉若男去。这是一盒千年的高丽参，它可以延年益寿，9000岁。好，这是我们高句丽最为崇拜的神娘三祖金娘，我们高丽王特命在下将此锦旗献给您，以表敬意。这3只脚的乌鸦有什么好啊？千岁，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这三足就是太阳神鸟、帝俊与羲和之子，是最高权力的象征，故而高句丽人甚是崇拜。哦，好，来人呐，把这个给我挂起来。 9000岁如今已是万人敬仰。我听说，江宁各地的百姓对您甚是崇拜，家家建起祠堂，一日3餐之前必先香火供奉，为您祈福，愿上天保佑您万寿无疆，健康永存。竟有此事？千岁，确有此事。不信，您问王大人。9000岁。 供奉祠堂是百姓自愿，可以推广全国，为9000岁您积累功德。好，就这么办吧。千岁，1年1度的京茶开始了，你有何打算？天祥啊，东林党那些余孽，你就负责处置吧。是，你办事。 我放心。岳父大人，莫要听信谣言。谣言，1、2个人说，我可能不信。满朝的文武无人不知，就只有我被你蒙骗了。你自己说，你是什么时候跟魏忠贤勾结的？朝里面有多少刚正不阿的大臣让你给害了？ 岳父大人息怒，我是勾结魏嫣，陷害了很多大臣。不过您想想看，如果不将其革职查办，告老还乡，他们还有性命吗？他们迟早会和汪文言一样。我这是蓄势待发，等待时机啊。此话怎讲？岳父大人，我买通了高句丽使者，送了一面锦旗。 那是三足，太阳神鸟。正是，那是最高权力的象征。魏延已经得势在膨胀，当他想造反的时候，第一个想杀魏延的人，就是当今的圣上。这只是我的庙堂之计，我的计策还要在江湖之中。什么意思啊？江湖之中？我劝说魏延花重金。 在全国建立祠堂，令当地的百姓1日3餐之前必先香火供奉，顶礼膜拜。到时候必将怨声载道，这样自上而下、从下而上的攻势，再加上我们的群起而攻之，魏延一定会被我们缠住。真没想到啊！你竟然可以想出如此狠毒的奸计呀！ 真是苦了，朝中的大臣，民间的百姓啊！所有之革命，无有不牺牲之道理。你现在这么做，
我不能确定对还是不对。我现在心里面是七上八下的。天宝，若楠呢？她怎么样了？若楠，你这是……师父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，还帮我出了很多的主意。若楠不得不走了，你要保重。金刚，照顾好大家。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半仙叔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也不会那么快就找到天宝。我还是非常感谢你的。孟老爹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！谢谢你收留我这么多天，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。小爹，我知道你对大宝很用心，所以我走后就把大宝交给你了。我相信你能给他幸福的。大宝虽然不说，其实我知道他对你也很用心的。你们要好好的。我祝你幸福。我会的，你别说了，保重。心若线，春风度玉门不变。一如烟，花开淡漠似从前。你的脸，奈何我已难浮现。写一方思念，这段时间跟你们在一起，是我最快乐的日子。以后我们可能无法再见，但是关于你的一点一滴，我都会记着。也请你们不要忘了我。你的脸，笑颜在杯中溶解，像一弯公月，映起我圆缺。不知间匆匆一别，花花一别，情隔两三年。日出不见，日暮不见，谁知思念线。若楠，你别担心，你爹虽然被严党关在狱中，但是有皇上保着，他们不敢把杨大人怎么样。上马吧。这样。花离别，长江树在艳阳年。寒窗雪，谁怜只影浅浅见。
你的脸，笑颜在杯中溶解，心一万公园，阴晴或圆缺。不知间匆匆一别，花花一别，情隔两三年。日出不见，日暮不见，谁知思念线？天宝，风如变，花如谢。天宝。 一晴雨天，只是盈盈泪眼，一人却。天宝，不知间匆匆一别，花花一别，情隔两三年。日出不见，日暮不见，谁知思念深？风如变，花如谢，我一晴雨天。 只因泪眼，一人却不见。倘若一人有见，旧人也不见。若楠。真的是你啊！让我看看，我没想到你回来了，怎么变得这么瘦？天翔哥，我应该叫你王爷才对。怎么会如此见外啊？你变了，变得不一样了。有吗？哪儿不一样？威严，有王爷的威严，还有杀气。 若楠，我在你面前还像原来一样，任你使唤。我爹怎么样了？你回来就好，你爹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啊。9千岁，什么事？说吧。在下有个不情之请。哎呀，不情愿说就不说吧。虽然不情愿，但对9千岁来说颇为有利。那就说来我听听。如今东林党人和我们矛盾尖锐，东林党人不断给皇上施加压力，正欲对我们不利。杨莲的女儿正好回家了，不如做个顺水的人情，放了杨莲，也正好给皇上一个借口。放了杨莲，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倒是两边讨好，还弄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。我不干，请9千岁成全。唉，好吧，反正这个杨莲在牢里也不老实。再说，暂时也杀不了他。这个顺水人情啊，我做了，但是你得还我。 9千岁发话，在下唯命是从。听说吏部侍郎中有个周顺昌，官儿不大，那嘴巴可真大呀。交给你去处理吧。遵命。 爹，爹，若楠，爹，真是老天爷有眼呐！我以为以后都看不见你了。
来，我看看，你瘦了，晒黑了，吃了不少苦是吧？啊！爹，女儿不好，女儿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苦。哦，没事，起来，起来，没事，起来啊！答应爹，以后别再离家出走了啊！女儿答应。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来，爹看看。哎呀，快开门！岳父啊，皇上已经下旨将您释放。此处不是说话之所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走，先回家，回家。走吧。烟雨城外，谁等待，谁离开？多少思念化作尘埃。岁月如梭，人不在，心犹在，用一生感慨。回想当初你说过的对白，一字一句浮现脑海。冬去春来，等花开，等你来，等你用一生去爱。穿越千年的守候，只为与你到白头。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只愿今生再重逢。越千年的伤痛，几度轮回几时空？不怕相思痛，只怕能相逢。此生有你就足够。你真好看，真好看。我有今天真不容易，我们能走到这一步，我付出太多，也失去太多。天翔，你醉了。我没醉，我没醉，我怎么会醉呢？我不会醉的。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，我得到了王位，也得到了你。皇上对我信任，东林党人和魏党都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你喝醉了，我给你倒杯茶。哎呀，我没醉。喝点茶吧。若楠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离家出走之后，都干嘛了？没干嘛，就是游山玩水。天翔，虽然你将这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，但是我还记得，我们小时候在这玩捉迷藏，你就藏在这个柜子里。天宝，他爬到了房间。今天是我们俩成亲，不准提天宝。
你真漂亮。天香，天香，天香。天宝，我已经嫁给了天香，你也有了小蝶，我祝福你们。而且从此之后，我会努力忘记过去美好的一切，专心做一个好妻子。虽然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是我会尽力的。再见，天宝。再见，我的爱西湖醋鱼放在这儿，荷叶鸡摆在那儿，肘子放在这儿，桂花糕放这儿。王爷很快就回来了，这些都是他最爱吃的，他看见一定会很高兴吧？这些都是……怎么了？启禀王妃，这些都是天宝小公子爱吃的，王爷喜欢清淡的。怎么都给忘了？快撤下去吧。怎么了？菜咸了，我让他们重做。菜咸了，多吃点米饭，快放回去。
好吃吗？天宝一定很喜欢吃吧？天翔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。没事儿，如果你把我当成天宝对待，你也许对我更好。天宝在你心里彻底消失。哎呀，大宝，别在这里发呆了，人家都已经是王妃了，你再想也没有用了。是啊，我就是觉得我至今还没有想起自己的身世，有些失落。哎，赵班头，赵班头，赵班头，你这么急上哪儿去啊？你呀，我什么？我还没说你，上次是不是你把通缉文牒的图给改了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。算了算了，反正杨大人的女儿也回京了啊，这事儿啊，我也帮你瞒过去了。啊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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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这么着急上哪儿去啊？知府大人召集所有人开会，说是上面来人了，要颁布什么新法令。啊，那你有什么小道消息吗？不知道啊，估计啊要出大事儿了。走了。大宝，你在家里好好看家，我到衙门去看一下啊。哎，老孟，止步！我也不行啊，闲杂人等禁止入内。闲杂，真是的。走吧。这9000岁是不是先去了？别胡说，这是9000岁的生祠，生祠就是活着的时候建的，用来供奉朝拜的。哎，你们怎么了？这是干什么呀？回去啊，快回去！哎，赵班头怎么回事？好了，快回去，回去！刚刚开会颁布的法令啊，孟老哥，你带头排个队，给众人啊做个表率，一个个来，给9000岁焚香叩头。快去吧，快去！麻烦。哎呀，去吧去吧。每位叩拜者到里面领取檀香3支，交银钱10本。你怎么还交钱啊？这是什么法令啊？朝廷的法令谁敢不懂？我好好说，好，我要动刀子，给到里面给啊。所谓痛经呢，是指女子在经期前后出现小腹或腰部的疼痛，虽然不是大病，但不易治疗。师傅呢，今天教你的办法是针灸，我用针封住她的关元穴，此穴就在腹部。
小蝶，你记住我下针的手法，这可是我杜家秘而不传的功夫。小蝶，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金刚特别的关心你啊？他还要我把最拿手的本事无味汤传给你。无味汤就是无色无味，喝了之后如同死去一般的那种汤啊。哦，听起来好像有点意思，是吧？等你跟金康成亲了，我就把全身的本领都传给你，你高兴吧？哦，好的。什么成亲啊？你怎么没精神啊？来，你试试我的针法。等你跟金康成亲了，我就把全身的本领都传给你，你高兴吧？哦，好的。什么成亲啊？你怎么没精神啊？来，你试试我的针法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疼死我了！你下针的位置不对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躺下，你主动要求做实验，不许喊痛。我又不是女人，为什么拿我做痛经实验呢？根本就不适合我。好啊，小蝶，我再教你一个开颅的手术。啊，还玩？再玩我连命都给玩丢了！哈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小蝶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再学。好的，师傅，那我先回家了。讲。我刚刚在外面被抢了10文钱，回家了我还要输钱。哎，小蝶，你回来了。爹，我回来了。等一下，我有个朋友过来吃饭，你做几个小菜出来吧。好的。去厨房帮忙吧。好啊。哎，大宝，将军啦！小蝶，你为什么生气啊？哼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说了我才知道啊。哼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那你倒说说看，你做错了什么事啦？小蝶，我虽然跟若楠有婚约，
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我真正喜欢的是你啊！真的吗？真的，小蝶，我发誓，我永远只爱你。你说，若楠她回到京城以后，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，以后的命运会如何啊？别担心了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我们担心也无济于事啊。不过，也许等过几年，我们两个的事情定下来了，可以进京去看看他嘛。我们定下来。厨房太热了，你快出去吧。好好的，干嘛又把我赶走啊？哎呀，快出去！感谢上天，给我一次再和大宝交往的机会。如今魏延专权，网罗党羽，修建生祠，民生积怨。我江南士大夫如不组织起来，上书朝廷，广开言路，弹劾阉党，则国将不国呀！阉党欺人太甚，我们全听老师差遣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们是何人？胆敢私闯周大人之宅？别动！你们，你就是周顺昌，正是在下。给我押下！是。老师，不能去。你等退下。阉党之母已遍布天下，今日所抓乃我一人而已，故作不必要的牺牲啊！我就不信还有不怕死的人。令郎周顺昌便是一个。好，给我押走！走！老师，老师不能走啊！可恶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师去送死，我们要想办法救他。对，我们一块去救老师。走。你们都后退！放了周大人！大家不要喧哗，这里是衙门之处，威严之地。你们的要求呢，本府可以考虑。啊，这样，你们先散去，先回去吧。不行，先放了周大人，否则我们绝不离开。你看你们这些秀才啊，孔圣人之书，难道你们都白读了吗？啊，难道不懂得君臣大义？圣旨在，皇帝在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违抗赦命，我们不敢，但无故抓人，也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吧。对，这是9000岁的命令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他要抓人呢。原来是阉党的命令，圣旨是假的，他们假传圣旨。对，他们假传圣旨，放了周大人，放人！快去挡住他们，快！大人快走！是。大人快走！
老师，我们来救你了！糊涂啊你们！你们闯了大祸而不知啊！你们都回去吧。老师，我们不能丢下您呐！是啊，我们不能丢下您。你们的心意我领了。我若走了，就是犯了聚众造反之罪呀，是要株连九族的呀！唉，不知道会有多少好人白白牺牲。你们都走吧，你们走，走啊！不是我，哎，客官，哎，不是你，客官。哎，慢着，我觉得他还挺像的啊，可能就是暴徒之一。啊，别说，还真挺像，就是多了2撇胡子。这胡子不会是假的吧？真的，真的，不管真假，我带走。带走？为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！为什么抓我？为什么？丙9000岁，定州百姓暴动之事皆因周顺昌而起。此人在定州颇有威望，锦衣卫拿人时，百姓与锦衣卫发生争执，才引发事端。府衙已经捉拿了几个人，就等9000岁发落。好，你退下吧。是，奴才告退。定州的折子都压下了吗？遵9000岁的吩咐，已经压下了。不过还有不少地方上的官员上折子，内廷也有不少东林党人递折子。皇上恐怕也知道了些。这件事得找个得力的人去办，务必要干净利索。去，请建兴王爷来。9000岁，建兴王爷刚刚大婚，此时他恐怕不大情愿离京。男女之事算什么大事？你赶紧去办，我自有办法。是。饭来了啊！饭来了，饭来了，我的，哎，还差一个，我还没有。都快要死的人了，还吃什么吃啊？什么快要死了？我是冤枉的，我要写状子。你写吧，随便你。我要投诉啊！哎，我要投诉！哎，我要投诉啊！不长眼的老东西，你以为你还是宋石吗？如果不是你让老子吃了官司，老子还在外面花天酒地，给我打！让他长眼！停手啊！有话好说。还说个屁！老子找你打官司，就是瞎了眼！哎呀，好嘞，半仙叔，慢点，哎，孟老哥怎么样了？啊？哎呀，半仙叔，我爹怎么样了？你快说呀！官府说了，带头闹事的就是老孟啊！哎呀，你说这个笨蛋呐，那么多人都在，偏偏他跑得最慢。这回好了，弄不好要问斩呐！不会吧？你说倒霉不倒霉？喝个酒，跑去买块豆腐就成了要饭。三娘啊，你得想办法呀！晚了我们就得去收尸了。啊，爹！哎，小蝶，就算你现在去了，能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小秦官府连你们一起抓。师父，求求你救救我爹吧！我正在想办法，半仙，你快想个办法呀，不然山破了头也是白费。我哪有什么办法呀？是银子，我就不信知府见了银子不放人。哎呀，你想得美呀！就算你使了银子，也是白花呀。你知不知道，被抓进去的几个家里已经开始送银两了？可是这回呀，府衙怎么也不敢收啊！你知道这次的事情有多大吗？被弄死的那几个就是锦衣卫的人呐。
可是我爹是冤枉的呀，他们不会相信我爹真的带头闹事吧？我也是这么说的啊！我估计知府大人怎么也不会相信是老孟闹事的。可这回官府要找人顶罪呀！哎呀，要怪只能怪他，倒霉，倒霉，真倒霉！哎，对，大宝，你怎么了？哎，等等，他可能在思考，别打扰他。哎呀，这要跑到什么时候啊？半仙，我看实在不行，那就找几个道上的强人劫狱。劫狱？啊嘿，哎呀，你们的脑子里全是豆腐啊！这回的事儿已经惊动了锦衣卫了。府衙大牢不是以前那些虾兵蟹将了，要劫狱呀，恐怕要上天宫请天兵天将才行啊。对啊。哎呀，对什么对呀？大宝，你想出什么办法了？我要打官司。小王爷，最近少见呢。还好，大婚之后应酬越来越多，这几日没到9000岁这里，还请见谅。新婚之喜嘛，了解了解。9000岁这么晚找天祥来，我想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吧。我呀，心烦意乱，找你说说话。能让9000岁挂心的，一定是定州的事吧？自然瞒不过你呀。那9000岁打算怎么办呢？快刀斩乱麻。只是这柄快刀不太好找啊。定州的事，恐怕圣上都有耳闻了。眼下要紧的是，尽快平息此事，绝不能再出纰漏。侯国兴恐怕稳不住定州的局面呢。侯国兴跟随9000岁多年，我看大可以交给他去处理。一个小小的定州还能翻得出9000岁的手掌吗？天祥啊，万事还是小心为妙。这件事还要你助我一臂之力啊！要记住，越快越好，再不能生出事端了。天祥，哎呀，想不到你也是个难成大事的人。看来咱家看走眼了。小王并非有意推脱，这其中有些难言之隐。难？有难事说出来啊！你我同心，怕什么？在下虽参与政事，但多是处于幕后。如今定州之事闹得举国皆知，若此刻我去定州，必然招人侧目。再者，我刚继承王位不久，此去必将被推到风口浪尖。万一传出一些大不敬的话，皇上知道了难免多心。皇上该听的话便听，不该听的话自然听不到。定州的事一旦平息了，我给你个幕前参政的位子，你自然有资格出来整治那些嘴里话多的人。那容我再想想。周顺昌之事，我本就让你处理。那时如果你安心办事，怎么会出这种篓子？我没有定你的罪，到现在你还敢跟我推三阻四的。9000岁恕罪，在下听命就是。定州的事不能再等了，你马上到定州一审结案。老夫不想看到定州的折子再传上来。
是9千岁，小王定当竭尽全力。王爷这次离京，不知道要几天才能回来。王爷也没说去北边还是去南边，这衣服可怎么做？我们多准备几件就行了。王妃对王爷可真是体贴啊！其实府里早就给王爷准备好了衣裳，不过估计王爷还是喜欢王妃亲手缝制的衣裳。我小时候不喜欢做这些针线活，只喜欢舞刀弄剑。现在我才发现，针线女红比舞刀弄剑难多了。哎，快去拿药。不用了，我既已是王妃，那我就做好这个王妃。王爷，怎么？王妃为您亲自缝制了几件衣服，说等您回来试试呢。若楠也会缝衣服？是啊，王妃听说您要出京办事，所以亲自为您缝制了几件。去看看，走。若楠，若楠参见王爷。哎呦，这都是夫妻了，何必讲究那么多礼仪呢？听说你在给我做衣服是吗？是。这些事让下人做就是了，何必这么劳神呢？自己做的穿起来会贴心一些，试试吧。来，往上。王爷似乎又雄健了些。没事，拿去让女工改改就是了。快脱下来，我自己改。若楠给我缝的衣服，竟然跟天宝穿的尺寸和花色都一样，他的心竟然还想着天宝。是天津卫进贡的海参，我叫人煨了汤，请王爷尝尝。王妃这几日已经劳了，多喝一点，补一补。来，来，换。
好，好。王妃，你怎么了？若楠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是把御医叫来。是，快，赶紧把御医叫来。若楠，是，快。把今晚的菜慢点儿去给我查查。是。怎么样？启禀王爷，在下已彻查了今夜的膳食，没有发现异样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若楠，怎么样？我没事儿，好多了。启禀王爷，王妃的身体并无大碍，今番微恙不过是偶尔吃了些海鲜，引起了发散之症，还请王爷宽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。别担心了，若楠，可能是太累了，累了就会生病的。你生病了，我根本不舍得出门，也不舍得出去工作。王爷，我没事儿，休息会儿就好了。你去忙吧。那我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发散之症，王妃的病真的是由于太过劳累？这王妃有些劳神，许是神思焦虑，心神不安，再加上饮食未能中和，这才有了现在的症状。不过请王爷宽心，只要好好调养，并无大碍。怎么会神思焦虑呢？哎，这神思焦虑大多是心中挂念太多，臣也只是依照王妃的症状来推测的，并无他意，请王爷恕罪，恕罪。去给我办件事。您吩咐。即刻起，把王妃身边的侍婢都给我换了。我要知道她的一举一动，每时每刻在想什么，干什么。是。还有，把王妃身边那几个侍婢给我带过来，我要亲自问问。是。王爷饶命，奴婢真不知道王妃做了些什么。行了，真的不知道这几日做了什么？只说过，既已成了王妃，那便做好这个。启禀王爷，这个贱婢已经死了。王爷，侯大人送来了些珍玩，请您过目。这是南海新贡的珊瑚，还有定州之锦和上好的夜明珠。另外，行了，都送到王妃那里，
是，侯大人还问王爷打算何时启程，让他先准备吧，本王即刻启程。是。王妃，今天怎么换了你们几个？启禀王妃，奴婢只是依命侍奉。若楠，若楠参见王爷。起来吧。送你的这些可否喜欢？这2天我就要出门了，你要是觉得闷，可以让岳父大人过来陪陪你。有什么需要，可以跟这些下人说。王爷安心出差就是，若楠别无所求。小蝶，你帮我选2块吧，看看哪个好看。配你都挺好看的，这个颜色更亮一点吧。我已经决定退出了，祝福你跟大宝。定州知己，想必是极好的。打官司呢，最重要的是证据，一个是人证，还有一个是物证。如果想要打赢老爹的官司，我们就必须得找到这2种证据。可是我爹那天买菜的菜篮子都被踩烂了，现在没有物证了。你错了，菜篮子即便被踩烂了，也是物证。嗯，对啊，那我们现在剩下的就是人证。哎，这位大哥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爹那天？哎呦，你别问我，我要收摊了。哎呀，不要找我啊！哎，你怎么这么没有义气啊？我买了你们10几年的菜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哎，不可能的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好，就算我可恶，就算我不讲义气，好吧？我不知道。可是我爹那天就是在这条街上买菜，你怎么可能没看到呢？就算是我看见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呀？听天由命吧，衙门那么多人都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。哎，等等，这位大哥，你那天真的没有见过孟老爹吗？天地良心，那天我就躲在这里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你们还是问问其他人吧，我家有急事，我要收摊回家了啊。这位大哥，你有没有？不知道。哎，看看啦。我这几日把你安排在王妃的身边，可有什么发现？奴婢这几日服侍在王妃身边，只见王妃每夜都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，似乎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她说了什么奇怪的梦话吗？有，只是喃喃之声，未能听得真切。倒是王妃每日入睡之前，必然拿着一枚玉佩。玉佩？哪儿呢？方才王妃入睡之后，奴婢便取来请您过目。是天宝的玉佩，难道他……下去。是。慢着，这玉佩放回原处，别跟王妃说我提起过此事。是。天宝没死，天宝没死，太好了，天宝没死，他现在还活着。不行，万一他没死，
什么？他还不走？我派人催了好几次，总说即日启程，可是不见动静了。去，催他，催他。是。等等，带上我的信函，今天务必启程。好。启禀九千岁，建兴王爷已经准备妥当，等候侯大人的同行。去吧。是。星儿，这次办案，你先听他的差遣啊。是。去吧。是。儿女情长，哼！若楠，若楠参见王爷。不必多礼。谢王爷。我今天就要离开京城了。今天就走？是。差事催得紧。那我让下人准备一些知用之物，你再多带几个会伺候的下人吧。不用了。办公事不能太铺张。秋香，王爷怎么了？奴婢也不知。他终于走了。撤！王爷，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是。给我每日监视王妃的动向。是。对了，这事要秘密进行。是。这。怎么，王爷还不放心家里的事？事不宜迟，快启程。天香，不走的是你，走得比谁都快的也是你。走，这。悬赏征人，我就不信没人看得到。已经有人开始悬赏了，一起和孟老爹被抓的还有好几个人，那些人的家眷也已经把赏金提升了好几倍，可是就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。可恶，都是胆小怕事的。可恶，这些老百姓的胆子忽大忽小的，围追锦衣卫的那些胆子都跑到哪里去了？还得想个别的办法。我已经想过了，办法就是没有办法。那怎么办啊？再想办法。哎呀，你说了半天呢，都是废话。你去哪儿？我去找个人多的地方，把那些胆小怕事的人都骂醒了。这倒是个办法。有理。换便衣入城。为什么？做就是了。堂堂的建兴王爷，加上我锦衣卫的牵绊。行了，我们要悄无声息的入城，不能让城里的百姓有所察觉，不然事情就不好办了。几个犯事的刁民，犯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吗？9000岁有令，这件事情不能再有任何的波澜，就这么办吧。
大宝呢？他没去骂人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哼，他做什么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哎呀，都怪这个大宝！一会儿说要骂醒那些胆小怕事的人，一会儿又躲在屋子里谁也不见。这个大宝，臭大宝，气死我了！师傅，你就别学人家了，人家现在正着急呢。哎，你们在这干嘛呢？啊，大宝呢？他躲在屋里不出来，小蝶都不知道他在干嘛。这就奇了怪了。好几天前呢，他就说去骂人。我在大街小巷呢，苦等着看热闹，结果什么也没看着，哼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不行，得把他骂出来。小蝶，跟我来。哦，真的要去骂他吗？当然骂了，我看他出不出来。走。真没脑子，去骂大宝自讨苦吃。哎，不对呀，有热闹可瞧了。哎，去！天宝，天宝！王爷，可有天宝的消息？